具有100年歷史嘅廣東省中山市孫文西路步行街，全長大約520米，以獨特嘅南洋風格騎樓建築、華僑記憶而聞名。呢一條商業老街經過3年幾嘅升級改造，舊年9月以全新面貌示人。其中地標之一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外牆油咗粉紅色。館入邊亦都擺出幾百件嘅實物，等大家可以了解中山商業歷史文化發展。仲有中國近代商貿歷史上成就突出嘅中山人物。先施公司舊址門牌上方同屋頂上經過修復，重新寫上亞洲呢2個大字。樓高4層嘅絲豪大酒店喺街上都好搶眼㗎。孫中山以前曾經去飲茶嘅孫奇珍茶樓喺原址重開，以民國風裝修，重現100年老茶樓嘅風貌。其實喺未修復之前，呢度嘅歷史建築入邊大約有70%都係危房，其他設施都老化，存在隱患。2021年，中山市市委書記郭文海強調，要保護同活化呢個盛載城市歷史印記嘅寶地，並且以修舊如舊、修舊如初做理念，結合百千萬工程保育呢一條老街。而呢一次修復唔單止喺外觀上，仲進行強化建築結構，消除咗200幾棟房屋嘅安全隱患，使呢條被譽為中山第一路嘅老街煥發新氣象。孫文西路步行街喺2023年被評為國家級旅遊休閒街區，所以大家去中山玩嘅話，呢個古城都係必到之選啦。